鄧律師啊，喺香港如果立遺囑要點做咧？香港咧就冇內地嘅公證處啦，咁啊相關法律嘅事務咧，通常都要揾律師樓幫手，或者係要法庭處理噶。咁啊，例如立遺囑啦，咁啊當事人咧就要揾律師啦，講清楚自己嘅情況、財產安排、家庭狀況、分配意願等等嘅內容。咁啊之後喺律師樓啦，喺兩個見證人底下咧就簽署呢個遺囑嘅。咁簽好之後咧，遺囑要妥善保存。咁律師樓一般都會有一份副本，咁以便日後安排使用啊嘛。咁如果有啲人冇立遺囑就去世，咁佢財產會點處理咧？咁如果有遺囑嘅話咧，咁就按照遺囑內容去分配啦。但如果冇遺囑嘅話咧，遺產就會根據冇遺囑者遺產嘅條例，按照法定嘅順序去分配啦。例如咧，配偶先分一部分啦，剩餘嘅就按比例分俾仔女。咁如果冇配偶同埋仔女咧，先至會分俾父母或者其他親戚嘅。咁要留意咧，香港遺產嘅繼承順序同內地咧其實係好唔一樣嘅。跨境財產分配涉及到兩地嘅法律，咁啊建議揾熟悉兩地嘅法律嘅律師處理咯。咁如果人已經過咗身啦，喺香港有財產，佢應該要點樣辦理繼承咧？如果有遺囑嘅話咧，咁遺囑執行人咧就可以委託律師咧查明財產嘅狀況啦。咁啊就再向香港高等法院嘅遺產承辦申請遺囑認證書，我哋叫 Grant of Probate 啦。咁啊要提交遺囑原件證明死亡證誓章法律意見等等呢啲嘢啦。咁法庭確認咗遺囑有效咁經過一個程序之後咧，就會發出呢個證明書。咁執行人拎住個證明書咧，個律師就可以去銀行處理戶口物業變賣轉名等等呢啲嘢噶啦。咁如果冇遺囑咁點做啊？如果冇遺囑嘅話咧，個程序都係類似嘅，不過時間就要長一啲啦。咁由直系親屬之中就揾一位嚟代表揾律師咧，就係去處理呢個財產申請啦。可能係太太啦、子女或者個父母咁樣啦。咁律師都會查明個財產啦，咁再向法庭就申請呢個遺產管理書，叫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。咁要提交呢個死亡證親屬關係證明法律意見書等等呢類型嘅嘢啦。法庭批出呢個管理書之後咧，管理人就可以處理呢個遺產嘅分配噶啦。咁聽落好複雜喎，律師費又可能好貴。如果內地人喺香港有財產，佢嘅親人可唔可以自己處理啊？坦白講啦，其實應該都唔可以自己搞嘅，因為咧法庭申請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除咗一啲文件又要公證認證各方面之外咧，其實佢仲需要有足夠經驗嘅律師咧，仲要出法律意見書當事人自己咧應該係做唔到嘅。咁之後要處理財產啦，例如物業登記轉讓銀行提款呢啲咧，其實都要律師樓幫忙先可以處理到。咁香港法律制度相對比較複雜啲，程序繁瑣啦。咁律師甲其實都係保障當事人同埋個受益人嘅利益嘅啫。所以咧就其實律師費都唔算貴，反而可以幫到你慳到時間，避免錯誤啊嘛。明白晒，多謝鄧律師。